多倫多市艾靈頓跨城輕鐵項目工程一再延遲，都會聯通至今仍然拒絕披露項目嘅實際工程進度同埋問題。張桂業嘅報導。負責艾靈頓跨城輕鐵工程嘅運輸機構都會聯通舊年表示，喺項目竣工前仍然有260個持續存在嘅技術問題需要解決，其中包括路軌問題。環球新聞就有關項目向都會聯通提出2個請求：第一係當局正在進行嘅測試同操作問題嘅最新清單；第二係工程承建商 Crosslinks Transit Solutions 俾都會聯通嘅每個月施工進度報告。只不過都會聯通回應傳媒查詢嘅時候，就以披露有關資訊將會影響第三方公司，或者令省府經濟、車輛或者系統嘅安全造成損失為由，拒絕提供，只係表示會繼續更新工程進度情況。有安省自由黨議員指出，呢個係一個關乎公共利益嘅問題，省府有責任令項目保持透明度。